如果我話俾你知，每日跑步30分鐘都未必可以抵消你坐足一日嘅傷害，你又信唔信呢？現代人由起身開始，坐車、返工、開會、食飯、睇電話、追劇，一日隨時坐超過10粒鐘。問題係人體根本唔係設計成咁樣生活嘅。如果你係新朋友，我叫做 Hebe，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。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，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。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，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。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！2016年發表一項涉及超過100萬人嘅研究，結果發現每日坐超過8個鐘嘅人，死亡風險明顯增加。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就算你有運動，如果其他時間都坐喺度，風險依然存在。換句話講，就算有運動，唔等於冇久坐。呢兩件事其實係獨立存在嘅。好多人以為坐喺度只不過係消耗少啲熱量，但係實際上佢嘅影響遠遠唔單止係咁。首先受到影響嘅係肌肉，人體最大嘅葡萄糖儲存庫其實就係骨骼肌。當你長時間坐喺度，腳嘅肌肉幾乎停止收縮，肌肉吸收血糖能力下降，胰島素嘅敏感度亦都會顯著下降。研究顯示，只要坐幾粒鐘，餐後血糖就已經開始惡化。身體有一種酵素叫做脂蛋白脂肪酶，佢負責將血液之中嘅脂肪清除。研究發現，長時間坐喺度會令呢一種酵素活性大幅下降，結果會導致三脂甘油酸增加，好嘅膽固醇下降，長遠嚟講，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亦都會增加。近年運動科學界提出咗一個重要嘅概念，叫做 NEAT， 即係非運動性活動產業。例子就包括行路、企喺度、做家務、行樓梯，甚至只不過係企喺度斟杯水。你可能會以為呢啲活動冇咩大不了，但係實際上 NEAT 每日累積消耗嘅熱量，好多時候比一次嘅做 gym 更加高。所以真正健康嘅人，未必係最成日去健身室嘅人，而係每日都保持活動嘅人。近年另一個熱門嘅 concept 叫做 exercise snacks， 我哋會叫做運動零食。佢嘅意思即係唔需要一次運動做30分鐘，而係全日分散進行短暫嘅活動，好似係每30分鐘做1分鐘嘅深蹲、快步行樓梯、原地踏步。研究發現呢啲短暫嘅活動可以有效改善血糖嘅控制，提升心肺功能，甚至可以增加長期存活率。所以今日最大嘅重點並唔係你有冇做運動，而係你坐咗幾耐呢？由今日開始試下每30分鐘企起身行1至2分鐘，因為真正改變健康嘅可能唔係一次激烈嘅訓練，而係每日無數次微小嘅移動。你嘅身體其實一直等住你企起身。呢個 channel 主要係想分享一啲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加入嘅一啲健康小習慣。睇到呢度嘅你其實已經好叻，願意勇敢咁樣踏出改變嘅第一步，透過持之以恆嘅毅力，再加上健康福利嘅威力，踏上健康自由之路。
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